好，是阮家欢收看9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新闻一开始，先甲台南所有长辈报告一个好消息：市府今年加卖中央敬老礼金等等的津贴，上至3000块，已经入大家口座，总共有33万人受惠。另外，100岁以上的人士总共有312位，才特别准备1万块礼金要来祝贺。这场市府结合富邦人寿南台科技大学，专门为长辈来设计园游会，都希望歌舞时代拢行出户外活动。市长委托嘛特别到场颁发感谢状，同时宣布今年加码发放的中央敬老礼金、健保福利金以及防疫补贴，总共3000块，已经离大家消耗，全市有33万人受惠。中央是要到啊！今仔日下晡吼。过5点咧，咱去迄个夹金坡啊，刷看看吼，看有3000块吼，有3000块入来无吼？有就是恭喜你中奖啊！若无吼，你嘛唔通吼，无就来找咱公所问看卖咧吼，讲到底是安怎？千万唔通甲阮倒啊变过，安尼就对啊吼。但重要的就是讲吼，即摆人搁敲电话讲哦，你即摆汇款哦，汇了唔对吼，你还过来退刑。迄拢诈骗集团的吼，这个电话就莫甲接就对啊啦吼。所以吼，这个市府回复你就是回复你，你伫个隔音坡啊，你伫手的上实在，第一落地啊上少就对啊。市府社局表示，考量长辈领礼金的方便，嘛尊重大家意愿，拢是自由选择金融机构的小户，直接入口座，嘛提醒长辈唔通提供个人的资料，被人用敬老的名义来诈骗。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一日一度议会平安祈福灯会10月7号就将登场，到时都有大型的花灯展览。另外，由台南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所彩绘花灯嘛要参展。其中郭信良30号亲自前往该校颁奖，肯定今年伫彩绘比赛得奖的学生。这群台南特殊教育学校对幼儿组到高级组参与议会花灯彩绘比赛前3名的12位得奖学生，以接受议长郭信良颁奖，肯定因展现的纯洁甲用心。到时总共有160个花灯，拢将刷到议会参展。是学校在校长和老师以及家长的合作之下，能够做出这么好的作品。看得很不简单。那这个作品都是这个学生呢一笔一画画出来的作品，我们看的呢很简单，但是在他们内心世界所展现出来，是他们非常非常纯洁而且值得欣赏的一个好作品。在他们内心深处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作品里面展现出来他现在的想法。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这样创作，非常的高兴，也希望所有全国和台南市市民共同来欣赏这个作品，来到台南市议会共享10月7号到16号所要展出的灯会，让来欣赏他们作品，给他们一点鼓励。对这群特殊教育学生来讲，花灯创作完全无限主题，拢是自由发挥，所以真侪拢是为因介意的网家甲人物，反映出家己内心的想法甲色彩。他最喜欢魔女宅急便了，所以他说他要把小魔女画上面，然后呢，就是他把线条画上去之后，就慢慢让他去着色，因为他是非常有创意的小孩，所以他就是他的线条又非常的流畅。然后像这个是。他说他要画一只龙猫，可是他又说他是哆啦 A 梦，然后有白色的袋子，所以他就把它全部用就是蓝色的把它画起来。只是他的线条本来他就是很喜欢画画的孩子，对他画得很开心，所以他画了2个。对，他去年的创作也有得奖。该校对45周年校庆举办第1届彩绘花灯开始，到配合议会灯会已经第3档。以校长的观察，认为艺术对稳定情绪有真大的帮助。其实绘画对学生的稳定情绪有很大的帮助了。那也这次感谢我们台南市议会提供我们这个灯笼让我们的学生来做彩绘那我们也有部分学生是自己创作的就是不需要老师协助
那也有部分的学生是需要老师来初步的构图，然后让学生去上颜色哈。那不管是如何透过这个彩绘灯笼能够对他们的情绪有很大的稳定的帮助。这样，今年议会对10月7号开始到平安祈福电会，欢迎所有民众来到议会欣赏，嘛互这群学生上大的鼓励。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对民众配合政府注疫苗以后，虽然陆续拢有传出侪副作用，不过真罕地出现药物起诊。其中有一位22岁女大学生，伫注第3针几工以后，就规身躯起疹佮上架。后来经过基医病院透过免疫抑制加上类固醇的治疗，才明显改善。根据基美下中心皮肤科医生庄秀珍表示，这位22岁女大学生健康情形真好，嘛无用药物的习惯，却伫今年4月注第3针疫苗以后，规身躯高达70%拢起疹，上架挡袂牢。虽然去过诊所用类固醇治疗过外月，不过拢无明显效果。最后来到基美病院，医生证实是疫苗副作用。市面上有的疫苗大概就分着几个种类嘛，就是 mRNA 类的疫苗，或者是病毒载体的疫苗，或者是蛋白质类的疫苗。那以这些疫苗来讲，其实国外的文献统计发现，就是说 mRNA 类的疫苗，就是包括 BNT、莫德纳，其实它的发生副作用的几率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对，那 AZ 就是病毒载体疫苗的话，它的发生率稍微会比较低一些。对，应该是说某一些特殊状况，就是说病人他假使本身就是有一些 underline 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本来就有一些肝炎，本来就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说有一些过敏的体质，他在打这些疫苗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先咨询一下医师，看适不适合去打这个疫苗。医生表示，这款因为疫苗所引发规身躯皮肤起疹的副作用，伫国内外无到10例，而且用到免疫抑制合并类固醇治疗，嘛是国内第一摆疗法。不过医生强调，这款副作用相当罕见，民众无需要小过烦恼。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一间在地手工蛋卷店卖离第10档，因为创办人伫中西区大汉，所以特别选伫南美馆加林百货附近开业。除了原本的招牌蛋卷，现在加入冰淇淋，要让客体验无同款的滋味。台南在地手工两顿品牌，今年将要进入第10档。出身中西区的创办人特别将分店开伫咧台南美术馆甲林百货附近，互游客会当品尝到手工两顿的好滋味。我们的品牌创立于2013年，那我们一开始秉持就是健康的初衷出发，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选用植物油，而不是一般市面上所用的奶油或者是酥油。那它还不含不饱和脂肪酸，那吃起来的话，对人体会更健康。因的手工两卷拢伫咧外口现场制作，互路过的游客会当闻到两卷的香味，甲看到制作过程。这摆嘛特别结合艺术冰淇淋，互游客会当一边食一边悠闲的佚佗。选择现场制作，让台南的游客经过可以现场看得到我们的制作方式，那也闻得到香味。那我们过来南美馆这边的话，我们增加了意式冰淇淋的品项，那把蛋卷做成冰淇淋的甜筒，让客人可以马上体验蛋卷的滋味。手工两卷制作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足侪边角料，为着无要讨债，创办人特别关键互食物银行，不但会当帮助落实族群，嘛会当互因品尝到两卷的好滋味。非常谢谢那个十之幸福蛋卷老板，那他们一直多年来都是奉献给恩友中心这些蛋卷边边，很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的扶助弱势，谢谢。这个品牌嘛，得到 ITQI 3车认证以及台南百家好店。无甘于长长的两卷，因的两卷切成一段一段好入口的大小，口味除了有原味茶等等，更结合在地食材推出3车装沙巴鱼酥，并规划一系列伴手礼，将台南的好产品，互更较侪人品尝。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
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为了响应粉红10月国际年柑红地季，台南远东上各家饭店首次甲知名旅行杂志合作，对今仔开始到10月底推出粉红下午茶，以及推出就去袂少人客上门，又不止当品尝到5000支的甜点，饭店也会替你捐钱，予癌症基金会来关心女性的健康。这是粉红下午茶哦。甜点是真侪女性朋友无法度抵抗的食物之一，尤其粉红色更是查某囡仔上爱吸水。加上造型古锥，送上到了后，第一件代志一定是先翕相。
响应粉红10月国际年颜红地月，台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携手女性杂志《美丽佳人》，共同关心女性健康议题，提供爱食美食的朋友一个享受美食，还会当做公益选择。就觉得很好吃啊，而且我觉得每个甜点都很梦幻，这女生最爱的。然后现在不是他们有配合那个就是做公益的活动，我觉得这样子吃起来更有意义。它的甜点都做的恰到好处，就是不会太酸，也不会太甜，然后也都很顺口。那我觉得如果跟亲朋好友一起吃下午茶，然后还可以做公益的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来这边可以有咸甜的搭配，我觉得蛮好，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太甜的，他们咸点也做得非常好。响应即将到来的粉红10月国际乳癌防治月，台南远东香格里拉此次特别与时尚杂志《美丽佳人》合作推出粉红下午茶，那是由我们的饭店西点主厨徐玉兴所设计而成，以温柔坚毅的粉红色作为茶点主题，更别上了活动标志粉红丝带。那期间呢，每售出1组，饭店将会捐赠其净利的10%给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粉红下午茶内容包含高度甜点甲咸点，是由国内外这种无数的饭店西点主厨许玉兴所设计，不但美味，而且佫具有独特风格。我们运用了很多它是粉色系的食材，例如说有水蜜桃，然后太莓、覆盆子、草莓，还有用世界第4种巧克力 Ruby 巧克力下去设计这套甜点，所以它的外观跟它的口味都是相当粉嫩的。现在来到台南香格里拉饭店1楼大厅，就有当享用到这套粉红下午茶餐点，而且饭店还会替你捐出用餐金额10%，给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一同关心女性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但是这个推动庙会有计划，不管是减少放烟火，还是响应环保节能的政策，拢有相当的效果。为了感谢各宗教团体配合，民政局特别举办表扬大会，由市长吴伟霆亲自来颁奖，表扬台南市95间极优的宗教团体。台湾省台南市台湾首庙天坛，同时也恭喜我们天坛荣获内政部公益奖，再度掌声喝彩，恭喜您，谢谢。台南市111年宗教团体兴办社会公益事务极优表扬大会，30日伫来贵人饭店登场，市长委替伊办成讲座，予每一间得奖的庙宇、宗教团体道场等等，感谢因配合政府合作推动各项宗教优质化政策。宗教本来就是劝人为善，但是除了劝人为善以外，对着社会公益的这个用心、用力、出钱出力，而且搁教化的人心，不管是对咱的信众，不管是对咱的志工，庙里的志工，还是讲教会的志工，拢总是做好的，起了最好的示范作用。所以呢，我想伫遮借着这个机会，要代表咱台南市民台南市来感谢咱无分宗教的各位先进感谢大家对台南市的付出。今年咱市接受内政部宗教表扬者有25间，表扬数是全国上侪。其中荣获行政院青景奖有正统罗力门圣母庙、下营上帝庙、台湾首庙天坛、碧宣寺以及台观音行者奖等5间宗教团体。内政部处长陈宗彦今日嘛特别回来到台南，向所有得奖的团体致意。代表咱中央来感谢咱所有的宗教团体。咱自疫情的这段时间2冬外，要将近3冬的时间。如果台湾社会无咱宗教团体的配合，而且是背后鼓励支持咱的信徒，袂当讲会当无法度伫这3冬的时间，咱台湾的疫情会当这么平顺时啦。民政局长蒋凌芳表示，台湾是多元文化融合社会，
台南更是宗教蓬勃发展的宝地，各宗教之间虽然教义、经典或者是仪式有所无同，但相同的是，拢是善用自身的资源，积极从事公益慈善甲社会教化事业，彼此之间嘛互相尊重，社会也因此蓬勃发展。宗教团体热心慈善公益，乐于教化人心向善，拄着天灾人祸时，总是不落人后，无一无主，抚慰民生，互民众渡过难关。这个类型也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上大动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林田区大家里一直拢无一个完善的场地，和社区集会联谊交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府已经选伫中正西路要起新的活动中心，该工程30号动土，预计113年3月完工。市长王伟特表示，大家里长期以来无一个完善的场地，提供民众办理集会、课程、联谊交流等活动的场所。经由考核新里长以及多位议员共同努力争取，特别选定伫咧中正西路360巷这地限制空地作为新建基地，不仅会当活化公有土地，嘛会当满足在地民众的需求。我们的里长还有包括里民，大家的殷殷期盼。那既然动工了，就要好好来做。我们希望说，大家共同来督工啊，共同来监工。希望我们大甲里活动中心能够如期如职完工。总共这个花了3300多万哦，基本上都是地方的款，中央只补助一个基本上的，好像400万的吧哈。那所以说我们其他的2900万都是地方款。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提供大甲里的里民朋友们一个好的休闲环境，一个好的办活动的地方，一个好的学习知识的地方哈。我们希望这个里活动中心能够发挥多元的功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大甲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会当正式动土，区长黄素美表示，非常感谢市长的大力支持，以及真侪议员斗相共争取，工程才有法度顺利来进行。要非常感谢着咱的市长吼，甲咱大力支持啦吼。咱的大甲里活动中心由着咱的大甲里，咱的核心力量这边起义，感谢着郭议员这边甲咱斗相共提案啦吼。嘛真感谢着咱的宋营议员，伫咱的议会甲咱斗相共支持咱这增加800万吼。那当然也感谢我们的佑仁议员跟嘉兴议员宇环议员这边。在我们议会的一个预算支持上面，帮我们做加持吼。大甲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案，总楼地板面积为569.7平方公尺，伫内政部补助400万，以及台南市政府补助3371万的经费之下，将于伫今年顺利发包，并准备动土兴建，预计伫咧113年3月完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希望每一个学生拢当多元发展，有适合家己兴趣的就业环境，由台积电慈善基金会长期所推动的基质栽培计划已经开花结果。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办理的基质培育计划来到台南，甲台南市政府基美食品以及药职公家职业学校合作，举行烘焙基质培育发表会，让学生上台分享因的成果，并且展现销售机卡。我们有一个这个平台，就是帮助小孩没有毕业之前就有个工作。那这个平台我希望能扩大起来，我希望整个台湾都看得见我们在做什么。这是基金会伫全台湾办理的第5场企业美学基质学校的活动，由基美食品提供药职公家的18位学生参与实习。学生伫基美食品观光工厂进行烘焙任务、食物操作以及销售机卡等等，最后由评审团队选择留用，并颁发聘书。看到这学生的成就，张淑芬真感动。那我今天很感谢奇美董事长他们的参与，就是让小孩还没有毕业就有个聘书，就可以有个工作，就可以有个安心，而且他们不用离家，他们就可以在家乡里面做事。我想很多的企业都是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所以呢，你书不一定要念得好，可是不要担心进不了大公司，因为大公司什么样的人才都需要，所以只要你有勇气走出你的第一步，
我相信你可以把你的人生安排得更好。借着这款的活动，和在地产业需求甲学生专长训练做结合，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基美食品嘛将学生的成果捐赠予伊甸基金会，回馈予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实践企业社会责任。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今年台南艺术节将伫10月7号登场，市民上届期待表演节目文化局设计了46个场次，要造予大家跨界多元的艺术响应。台南艺术节再度登场，今年以异种超界为主题。伫宣传记者会当中，用歌戏、任何电影出来的节目来强调这摆跨界的主题。那今年非常特别，我们的主题叫做异种超界。那其实意思大概就是讲说，艺术总是能够超乎我们的很多的想象，然后艺术也做了非常多的跨域的结合。这摆总共设计15档46场次的表演节目，包含音乐、舞蹈、戏剧以及亲子节目，更首度将电影纳入艺术节。期待以多元的节目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参与。事实上，这一次的艺术节总有15个档次，有46场，可以说在历年来讲，艺术节来讲是蛮多的。那我们同一个时间又有台南国际音乐节、台南艺术节，还有艺术禁区，就分别在不同的层面，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文化多元的城市。艺术节团队以城市舞台为概念，除了伫文化中心演出之外，嘛伫咧延平观光区、沙头港、大南门城等所在来演出。10月7号将伫咧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开幕演出，其中还有软剧团特别呈现的作品《皇都电机》。闭幕演出是由台南44派唱片行阿张登场。举办电子音乐派对、电音演罗店，丰富多元的节目，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9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